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 channel 啊！今日呢單新聞呢，真係要講得直接啲啊，唔好怪我呢語氣重啊！大埔雲福苑大火嘅聽證會呢，已經嚟到第12場啦。咁今日呢，播放咗一段錄音，大家聽完之後呢，成個嘅聽證會呢都係嘆氣聲啊！咁喺開始之前呢，如果未訂閱嘅話，記得訂閱我 channel 啦。咁今日究竟呢，聽證會上播放咗啲咩錄音呢？呢段錄音呢，係嚟自於雲福苑雲昌閣17樓嘅一位女士嘅。佢喺火災嗰日咧被困喺廁所入面，咁就打呢個999求救啦。咁大家咧可以聽下呢段對話咧，究竟有幾荒謬啦。咁嗰位女士就話啦，打電話雲福苑咧雲昌閣咧好大煙啊。咁警察咧就回覆啦，消防咧已經到場灌救緊，你有冇即時危險？需唔需要咧消防帶你走？咁嗰位女士就答啦，而家響廁所出唔到去，好多煙嘅。警察就再答啦，需唔需要咧消防幫手啊？1樓咧棚架燒緊。女士就答啦，啱啱咧瞓醒覺，好多煙。警察咧就再問啦，你答我啦，你需唔需要？跟住女士就答啦，我出唔到嚟啊。警察就再問啦，點會出唔到嚟啊？你喺廁所入面。之後個女士就答啦，門口咧太多煙啊，睇唔到啊，出唔到去。跟住警察就問佢啦，住幾多樓嘅？女士就答17樓。警察就再問多次啦，咁你需唔需要消防？跟住嗰位女士就問啦，你哋係咪已經救緊火啦？警察就答係啊，救緊火啦。女士就再問啦，1樓咧棚架着火，我咧閂晒窗，我喺廁所嘅。警察咧最後嗰句咧就係答啦，你有需要咧就再打過嚟啦。然之後咧就 cut 咗線啦。唔知道大家咧聽完或者睇完呢段錄音之後咧有啲乜嘢嘅反應，有啲乜嘢嘅感覺啦？一句咧你有需要就再打過嚟咧，將一條人命咧斷送喺呢個濃煙當中啊！最後呢位女士咧好可惜咁喪命喺廁所度啊！咁睇翻嗰段嘅對話咧，先唔講女士嘅問題咧，會唔會可能咧就因為現場嘅問題咧，所以導致咗佢好緊張啦，所以咧可能就未去到好清晰，去到問或者係回覆一啲嘅問題啊。咁但係警察係應該係你做得呢個999嘅緊急熱線嘅接聽生嘅話咧，其實你嘅回覆或者係你嘅問題應該係有水準嘅，因為你係經過培訓嘅，而唔係咧就走去問佢啦，需唔需要消防幫手啊？佢亦都個警察咧自己都有講嘅，就係話咧雲福苑係已經燒緊嘅啦。佢講到明就係話咧1樓棚架咧係已經燒緊嘅啦。跟住佢竟然仲可以問到咧，需唔需要消防幫手？需唔需要咧去到聯絡消防，去到帶佢走？即係佢係覺得咧喺呢一個嘅火災現場入面咧係唔需要消防嘅。係咪真係咁嘅意思啊？如果唔係嘅話呢，佢唔會問幾次需唔需要消防，然之後就再同佢講啦，需要嘅話就再打嚟啦咁樣。佢嘅回覆呢，俾我嘅感覺呢，就係好似呢一個嘅商場嘅客戶服務中心咁樣啦，面對住一啲嘅麻煩投訴西客嘅時候嘅態度啊。係啦，最後咧就話有需要咧就再打嚟查詢啦，跟住一句咧就 cut 咗你線。你話呢個警察咧係咪有啲咩問題咧？冇經過培訓啦，定還是係個人嘅唔專業咧？人哋咧打嚟求救啦，話自己咧響廁所出唔到去，門口太多煙啊，佢就覺得咧好似喺廁所咧就好安全啊。最離譜嘅就係嗰句啦，需唔需要咧消防帶你走？喂，人哋打得999啊，就係需要消防噶啦，一定係，仲要係你都知道啦，雲福苑係燒緊嘅，而且咧。打得999一定係有緊急嘅狀況先至要打999啦，唔通咧打嚟咧同你傾偈啊，同你玩啊？成段錄音咧最恐怖咧就係咧你有需要再打過嚟啊！佢嘅態度，佢嘅語氣咧絕對係真係極度恐怖啊！佢將一個瀕死嘅人咧當成一個打錯電話一樣嘅麻煩友啊！佢唔係話嗰啲我幫你轉介去消防度轉播去消防熱線啊，或者係教佢一啲火災現場可以用到嘅火災知識。而係話咧有需要再打過嚟啦。咁我睇到呢段錄音嘅時候咧，真係難以想像咧，依家咧聽呢個999嘅時候咧，竟然有啲咁唔專業嘅回覆。我就咁睇嗰啲字啊，都 feel 到咧個警察嗰個回覆咧就係咧喺度質問緊嗰個嘅女士一樣啊。咁消防處嘅副消防總長咧就喺呢個聽證會上咧就話呢個接線生可以咧做得更好，又話咧做法唔恰當。唔知大家咧近年咧有冇發現咧越嚟越多呢啲嘅語言藝術出現啊？即係完全冇一個人咧可以講到明咧，就係話咧呢個人係錯嘅。
喺呢一個嘅事件入面啦，大部分人我相信啦，應該都係會覺得呢一個接線生呢係好有問題嘅，係完全係一個錯誤嘅行為嚟嘅。但係呢，總會有其他嘅可能唔同嘅行業嘅人呢，就走出嚟就話啦，呢個人呢就可以做得更好，做法唔恰當，或者呢應該係做法不理想咁樣啦，而唔係直接去到話呢個人呢嘅行為係做錯誤嘅，我會有一啲咩嘅培訓再俾呢條友係完全冇嘅，即係呢一個係一個語言藝術嚟嘅。當出現咗一個錯誤嘅行為嘅時候呢，你唔係走去話佢錯誤，而係走去話佢呢不恰當，其實係包庇緊嗰個人嘅。我自己覺得嚟講，咁啊講翻先啦，咁啊杜大律師呢都話啦，呢個做法呢絕對呢唔正確同埋唔理想啦，仲話類似嘅通話呢唔止一單。即係話咧，唔止一個人咧，因為咁樣咧而喪生啊！你話呢個系統咧，究竟有幾多漏洞啊？有幾多人因為咧接線生嘅冷漠咧而送命呢？走去問一個咧打999熱線被困火場嘅人咧，有冇即時危險啊？呢個咧並唔係疏忽啊，係無知，亦都係一個嘅錯誤，一個謀殺，一個誤殺嘅行為啊！雲福縣大火咧，至今咧已經咧奪走咗168條人命啦。咁每個數字咧都有一個嘅故事啊，都有一個家庭啊，都有一個嘅絕望嘅求救啦。今日咧播放咗呢一段嘅錄音咧，只係其中一個啊，仲有幾多類似嘅錄音通話咧，我哋未聽到呢？仲有幾多人咧因為接線生一句冷漠嘅你有需要就再打過嚟啦而送命呢？呢個咧唔係天災係人禍。唔知各位街坊咧聽完呢段錄音咧有啲咩感受呢？大家覺得呢個接線生咧應唔應該負責翻呢個行為呢？歡迎咧留言同我哋傾下。